一群18岁以上的大学生，我们好歹也算是个社会精英吧，知识分子吧。你却告诉我们，我们连言论自由的权利都要被剥夺，更何况参政权不是宪法保障我们的吗？我们也不是要求参政啊，我们只是要求在一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学习的机会，我们有大学自治，我们有学生自治，不过如此而已啊。我想大学法里面有保障啊，有保障我们校务会议的最高性、代表性。结果呢，我们校务会议通过我们的校长遴选办法啦。我们不敢说这个遴选办法最好，但这至少是经过校务会议民主的程序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董事会那一群少数的人就可以把它抹灭掉？我们不去管过去董事会到底有多黑暗的历史，我们没有参与过，我们也许没有立场去讲好了。但现今呢？现今董事会代表是什么？为什么在一个21世纪民主的台湾，一个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一个这样的团体，可以把持着这样的一个校园？我想教育应该没有分别吧？难道我们念私立学校的，我们就是该死吗？这里有我们的陈情书，有我们医学系系会所联名的陈情书。我想我们高一的案例绝对不是个案，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在场的各位其他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来支持我们，因为我们都知道教育部的问题绝对不是单一个案。我想在池庸委员他那个咨询里面，高教师师长竟然很理所当然的回答说，以往我们的做法都是如此。什么叫做以往？所以过了多少学校是这样被出卖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讲。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份陈情书里面，我也找了许多的其他大学同学们，我们一起诚恳的、殚精竭虑的去写出一份这样的陈情书。我们希望我们的吴部长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作为台湾大学生的需要。我们不是次等公民希望他们能够正视我们，不只是高一，更是整个大学的生态。谢谢。